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许巍老师要教大家跟老人家拍马屁哟。我们先来学老爷爷、老奶奶怎么说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老人家呢，我们先学老爷爷，阿爸公，阿爸公，再来一次，阿爸公，对，说得很好。然后老奶奶呢，我们说阿爸婆，阿爸婆。阿爸婆，念得很好很好。然后啊，我们看到老人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，今年高寿啊，就今年几岁的意思了。我们可以说，阿爸公今年高寿，今年就是今年，今年高寿，高寿就是高寿。今年高寿就是您今年高寿多少啊？好，阿爸婆今年高寿，阿爸公阿爸婆可能说自己80几啦，我90几啦。这时候呢，你一定要表现说真的吗？看不出来耶。老人家最喜欢我们说他看起来很年轻，身体很好咯。所以这时候你要接着讲，真的看不出来呢。再来一次，真的看不出来呢。真的就是真的吗？再来一次，真的，那口气跟眼神很重要哦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就是看不出来的意思。我挖到5張60歲，我挖到5張60歲，我就是我。挖到就是以为5張就是只有什么什么，挖到5張60就是60，朗就是零头，所以叫做再来一次哦。我挖到5張60歲，我以為你才60幾歲呢。這種善意的謊言要多說喲。哇，好棒哦，保養得這麼好哦。接下來英課喜相逢，許巍老師要教一句話，叫做年輕就是本錢呐。客家話是這麼講的，很狠的，叫做18歲冇處18歲冇處18歲就是18歲。我們聽說18的姑娘一朵花呀，一朵花。客家話不是說她一朵花，說她沒有醜的女人呐。冇處冇就是沒有，處就是醜醜的意思。冇處英文怎麼說呢？Mutton dressed as lamb. Mutton 呢是長大的羊 ，lamb 是小羔羊。長大的羊呢卻打扮成小羔羊的樣子，很狠哦。這句話是專門指年紀大的女人故作年輕裝扮。Mutton dressed as lamb. 我們今天就學到這裡嘍。接下來呢，我們要複習了。來，嘴巴見徐老師大聲跟着念哦。阿爸公，阿爸婆。阿爸公今年高壽，阿爸婆今年高壽，真嘅看唔出來，我挖到5張60歲，18歲冇處好棒哦！別忘了跟徐老師學有用的課語哦，拜拜。